那个是给牧师吹的。你会有声音，会收音，收到。吹跑去。下面这里有插座，这里有插座，这里有插座，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母亲节快乐哦！这时，请咱大家闭慢心，三甲来敬拜上帝，请奏乐。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的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时，请咱大家来吟圣诗31首，圣诗31首。天父听咱世间正人，想事独生圣囝，拯救赎回显明疼痛。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赦我一切误会罪过。天父上帝是疼。圣诗31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即时请咱大家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来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林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咱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35，启应文35伫圣诗的后面1061页，1061页，也就是箴言第4。即时，请咱三甲来启应。我的囝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气煞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用听引带阮，各用基督的宝血洁净阮一切罪、一切不义甲误会，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互阮成做你的儿女。特别伫这母亲节的日子，感谢你赐阮伟大的母亲，伊不辞劳苦，尽心尽力照顾阮的生活。陪伴阮成长，求你帮助阮听从母亲的教示，体谅母亲的辛劳，常怀感谢的心来陪伴伊，互阮的家充满温和喜乐。亲爱的天父，求你祝福互阮的母亲，求你保护伊，使伊健康的身体，求你温台疼痛怜悯伊。保守伊出入拢有主的同在，亲自加添母亲教养的恩典，互伊身心灵拢充满活力，并使伊属天的智慧成做家中的帮衬，伫每一天的生活中拢成做祝福甲美好的见证。父上帝，阮看见伫这个地面上。有充满各种的罪恶、甲残暴、甲真侪歹代。阮看见，毋管是人为的战争，
也是天然的灾害。伫这当中，有侪侪无辜的百姓，因失去了宝贵的性命，也是身体健康。其中也有侪侪家庭因为安尼来破碎。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安慰，坚固这受灾的百姓，互因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主啊，求你掌权，互公义会当来得胜，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祝福阮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阮知你是生命中的主宰，伫你内面，阮的生命就袂孤单。恳求圣神大大充满伫阮内心，互阮会当有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求主坚固忠直，会友同工，伫服侍教会事工的时阵，会当甲职业的工作会当平衡来行，有圣灵感动，会友3,000群。透过查经祈祷，互相分享，谦卑学习，成事合宜，得主欢喜。有主的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祝阮今日礼拜头到尾，愿意来感纳，求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牧师传讲上帝的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来领受你予阮的真理，奋兴阮的心灵，领受主的赐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赞美。
咱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请咱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26节到38节。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我来读。到6个日，天晒，加百利奉上帝所赐，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拿撒勒，就近一个在色女，是已经配定着，予大别家的一人，名叫约瑟。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得到大恩的人啊，平安！主甲你伫地。玛利亚不知戇了，伊的话想即个请安是啥物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无得惊，因为你得到上帝的恩典。当你要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叫耶稣。伊要做大，称作至悬的囝。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必的位予伊，伊要做王，伫雅各的家，到代代，伊的国也无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未有嫁人，怎样要有即个事？天使应伊讲：圣神要临到你，至悬的权能要庇荫你，所以对你生的要称作圣，做上帝的囝。搁你的亲情伊丽莎白已经老怀孕，并所称作未怀孕的。当有新6月日啊，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照你的话应验伫我。
天使就离开伊去。以上。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互咱信息是平凡中显神迹，请咱来听。各位下世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全世界拢有迄过5月第2主日的母亲节。咱知影母亲节上早是对美国的长老教会开始发起的，甚至即个康乃馨挂即个康乃馨的即个风俗，也是对美国开始的。所以，咱诚做长老教会的一份子，咱尤其特别爱了解母亲节对咱的信仰意义。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自己伫遮来敬拜你。同时，阮也用恭敬的心，阮做伙读你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也阮也要用谦卑的心，要对伫主你所交托阮圣经的话语，阮来做反省，阮来学习。所以恳求上帝你守住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对伫主你的话的分享，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求主你带领阮，阮将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咱对细汉学校的老师拢教咱爱读伟人传记，对伫中间来学习。当然，对伫咱诚做基督徒，咱即款爱学习伟人、学习伟人，互咱有搁较侪的压力。因为咱对细汉，尤其咱若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来受到造就、受到教育，来大汉的基督徒，咱拢对细汉就讲马偕博士的故事，若无就是伫南部就是马雅各医师、巴克勒博士。以及等等江威林牧师，遮个伟大基督徒的故事，互咱有真大的压力。也是讲咱后来咱知影德蕾莎修女对欧洲来到伫印度服侍一世人，伫遐帮赞遮个无人照顾的病人。也是咱若伫中部大汉台湾的中部，咱拢会晓背中基创办者兰大卫医师的太太连马玉宣教师挂家己的皮，要用皮肤移植来互一个台湾的囡仔周金耀来治疗伊的烧伤。咱知影伫迄个时阵，皮肤移植佫是教科书迄探讨的一个题目，但是咧，咱台位医师提出即个治疗的方法，伊的太太连马玉宣教师马上祈祷了后就答应。当然后来手术无成功，但是即项事却诚做到伫今仔日。咱讲到彰化基督教病院，
拢会讲到切肤之爱。咱会感觉咱可能做袂来，咱可能会感觉咱信仰无亲像遮个信仰的伟人共款。但是今仔日，咱读到的圣经的经文记载玛利亚，咱知影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圣囝耶稣是对玛利亚来出世。但是咱若照着咱大大所读路加福音1章，咱发现玛利亚若照着福音书的记载，伊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子，一个平凡的女性。但是上时玛利亚是上帝道成肉体的圣囝耶稣的老母，甚至伫教会早期，天主教会安怎称呼玛利亚？上帝的老母。当然，咱新教基督教咱无安尼强调，但是总是玛利亚是伫咱的信仰的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不过，若照着福音书的记载，伊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伊是平凡的女性，至少伫耶稣降世以前，圣神投胎以前，玛利亚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性，甚至比咱中间的姊妹，你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阵，搁较平凡。至少咱会当讲出，咱细汉的时阵，可能你伫教会真热心，可能你伫学校表现真好。也是你伫厝里友好父母，你讲会出来，但是福音书记载遮尔重要的一个人物，竟然无写啥物，完全无写。圣经无记载玛利亚少女时期有做啥物事，有啥物表现，敢若讲伊出世的所在，伊是拿撒勒这个所在的一个女性，咱阁知影，对伫福音书，当犹太人讲到拿撒勒，因所想到的什么？咱想讲40-50年前，咱讲到三重埔，咱在座可能有人去当阵住三重埔，可能咱家己嘛知。40年前，讲到三重埔，你会想到啥物？外来人口对咱下港搬来台北，但是咧，比较台北厝税较即个厝租也是厝的价小较贵，所以咱对下港搬来台北找头路、拍工会当大的所在，就是三重埔。所以会记即40年前。当咱伫台北市天龙国讲到三重埔，拢会感觉迄个所在，就是你会有一寡刻板印象，较无好的刻板印象。拿撒勒对伫犹太人来讲，就亲像即款的地名。当然，即马三重埔，厝价嘛真贵，可能牧师是买袂起的。但是40年前是完全无共款。咱台北人讲到三重埔，你自然就有一个印象出来。这个印象内底有真侪负面的成分。这就亲像咱讲，这个犹太人伫耶稣迄个时代，若讲到拿撒勒，因就是安尼想，拿撒勒害头，因为拿撒勒是外邦人的所在，就是非基督徒的所在，所以犹太人因真无爱去住伫拿撒勒，因会感觉拿撒勒拢毋是犹太人，所以遐出身的犹太人好亲像就矮一截共款，就亲像40年前
台北桥的这边，甲台北桥的迄边，印象完全无相款。咱在座老台北人应该拢会记起40年前过迄个桥，台北市到伫台北县三重埔，人看就会感觉，好亲像是两个国。这就是后来，咱讲天龙国就是对遮来的，感觉敢若台北市较是会当大个所在。讲到台北县，咱以前有一寡人，咱讲天龙国就安尼来的。这就亲像讲到拿撒勒的玛利亚同款，其实是讲到伊的出身。是较无遐尼特别，所以圣经无记载玛利亚敢是拿撒勒上有品格的女子，无记载讲伊对细汉做善事、帮赞善下人做偌济好事，无拢无记载，也无讲到玛利亚是上水的。你若是外貌协会。无，圣经无记载伊外表生啊安怎，甚至也无讲到玛利亚对细汉敢是品学兼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无拢无讲到，只有讲到伊是拿撒勒的人。玛利亚伫圣神投胎以前，伊就是遮尔平凡的一个女性。但是为什么天父上帝拣选玛利亚？为什么天父上帝选玛利亚，互圣囝耶稣对伊来出世？咱讲天父上帝拣选玛利亚，其实就是伊的平凡，因为耶稣出世。佮耶稣一世人伫地上所做的一切，毋是靠着对父母所予伊的财产、财富，毋是靠伊对伫家庭，予伊较悬的地位来得到众人的尊重，毋是天父上帝拣选玛利亚，就是伊的平凡。透过平凡的玛利亚，互耶稣伫地上33天，人所看到的是耶稣所传互众人即个上帝国的信息，是伊所显现对伫上帝来的救恩。甲倚靠上帝的救恩，咱人所会当得到的新的生命。第二，玛利亚受天父上帝的拣选，这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拣选伊。咱知影上帝的拣选是超越人所看重。学历，人看重的是学历，人看重的是啥物？你的父母是啥物人？你的家世背景，人看重的是啥物？外貌协会看重的查甫就一定爱身高170以上，足奇怪。为什么一定要170？查某的就爱有啥物款的外表？这是人所看重的。过来咧。人看重的，你银行内底有偌济钱、财富，这是人看重的。但是上帝的拣选是超越人所看重的这一切。然后上帝拣选人，上帝的意念是无互人的私心私欲来影响的。所以，就算有人想要靠外在的条件，也是有人
企图要来换着别人的看重，用家己的手段来影响人。但是咱知影，人的手段无办法操纵，无办法改变上帝的计划。这就是咱对上帝拣选平凡的女性玛利亚，予伊有遮尔重要的责任，就在伫这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是超越人所看重的。上帝的拣选，伊的意念是袂互人的私心来控制、来影响的。咱思考着咱家己，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共款，伫上帝也还未进入咱的性命的时阵，当上帝还未拣选咱来重新得到伊的囝儿查某囝的身份，当咱还未真正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当咱还未受拣选成做上帝的奴仆以前，其实咱甲玛利亚同款，一开始拢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上时，咱也甲玛利亚同款，上帝呼召你我平凡的人，伊的呼召毋是爱咱继续做即个平凡的人，是爱透过伊的圣神，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来运作、来运行。用上帝无平凡的方式来使用咱，所以无论咱在座是做长老执事、圣歌队员，也是咱是每礼拜轮流伫教会摒扫，咱做招待，咱来插花，其实咱本身，咱想咱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平凡。我常常咧想，美国读册回来，咱伫路边随便等一个石头，可能你等3个石头，拢会讲到一个外国留学回来。常常牧师安尼来反省家己，无啥物啦，这拢足平凡的啦。也是讲咱在座有音乐的温书的，拜托，咱台湾音乐学音乐的一大堆，但是若毋是上帝的呼召，咱无办法伫礼拜的中间徛伫遮来服侍。这就是上帝的呼召，使用平凡的咱，但是伊用伊无平凡的方式。来使用咱，来使用咱。不过上时，咱也要知影，领受上帝的呼召，咱基督徒拢是需要付出代价。我想咱坐伫遮，咱就知影，真侪时阵礼拜早起，迄朋友拢嘛伫遐招讲啊。咱礼拜早起，咱去倒位去倒位，也是读册的囡仔，礼拜早起，即马可能较少啊。以前国中3年，也是尤其国中3年的时阵，礼拜搁爱去学校读册咧。但是咱真做基督徒，咱爱付出代价，就是牺牲。别人去佚佗，但是咱甲因讲，若无我礼拜煞中昼甲家己好哦，也是讲
安尼我来赴中昼顿，甲恁做伙食饭啦。早起我爱去教会，也是做学生啊，爱特别甲老师愈真久。讲我要去教会做礼拜的，阮基督徒有的老师搁伫遐开咧，开讲安尼安尼让耶稣耶稣就让你考上第一志愿好了啦。我国三的时阵就去阮老师伫遐开讲，教会真的这真的，我国三的导师，我印象就深，一个女老师，一个女老师。当然好佳在上帝有怜悯啦，后来上帝有怜悯，所以伊甲我笑后来我看到伊，我拢偷笑啦伊甲我开，伊甲我因为迄当阵爱请假来教会即个放假的时阵爱请假来教会，叫伊开，好佳在上帝后来有怜悯，互伊笑袂出来，变做我的笑。所以咱对伫玛利亚。福音所记载的玛利亚，其实玛利亚真紧就发现了领受上帝呼召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事实。所以，当玛利亚宣布家己对伫上帝圣神有心，对伫迄当阵来讲，其实就是未婚怀孕。福音书特别记载，伊已经订婚啊，但是还未正式成婚。这就是点出玛利亚领受上帝的呼召，圣神互伊有心，但是迄当阵伊还未成婚，伊是咱即马所讲的未婚妈妈。玛利亚领受天父上帝的呼召，煞变做伊必须爱面对别人的误解、别人的怀疑伊乱来，甚至面对当时的社会、保守的社会有可能的刑罚。咱照伫旧约所写，那玛利亚即个互人看到的情形，是会当用石头甲伊钉死哦。是会当用石头甲伊钉死，因为伊甲约瑟还未成婚，还未完成婚姻，所以迄当阵伊犹原是未婚，但是伊竟然有心，伊甚至爱面对刑罚。玛利亚必须爱面对，真有可能约瑟甲伊解除这个婚姻的约的这个风险，甚至伫当时的社会，玛利亚必须爱面对一个风险，就是失去了伊的亲人的关系。迄当阵若发生这个代志，2000年前发生这个代志，是会互家庭逐出家门，甚至也搁爱承担社会和平的这个风险，领受呼召，爱付出代价，真有可能，这一切爱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玛利亚伫伊对天父上帝讲：“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当玛利亚对天父上帝安尼回应的时阵，真有可能伊也未料想会到即款的风险、即款的代价。不过，玛利亚伊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承担这一切，伊用实际的行动来承担，用实际的行动来承担。所以，玛利亚用忠心服从的行动来回应天父上帝，也因为安尼，上帝使用玛利亚
来互天父的阳光来显明上帝的旨意，甲玛利亚忠心服从伊的旨意的行动来相结合。上帝的旨意是啥物？就是伊的听，伊的宽容，伊的赦免。伊的旨意是啥物？就是咱地上世间人会当活出甲上帝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甲玛利亚顺服的行动相结合，即个超越人所会当想象伟大的神迹就安尼来发生。上帝的救恩伫地上来成全，即个伟大的神迹就透过玛利亚忠心服从的行动来相结合。所以，咱爱想，无错，即马教会界有会简单的信息，过头来重视、顺从、服从，但是咱斟酌来想，重点是啥物？重点是上帝的救恩，重点是上帝的听，是因为有上帝的救恩，是因为有上帝的大听筒，所以伊呼召咱心甘乐意来领受伊的呼召。这是咱现代的教会爱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重点，毋是咱人一定爱服从什么人。这真正因为最近教会界长老教会内底有即个讨论，有真侪外教派的讲师无代无志，就一直遐强调，咱基督徒爱服从什么？服从徛讲台的，这是怪，这是有问题的一款的教导，是因为上帝出对伊的慈悲疼痛怜悯，因为伊的听甲公义，呼召你我每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咱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呼召，所以咱照着上帝呼召咱的，咱付出行动，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顺服，是顺服伫上帝。那人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圣经对头到尾无安尼讲，就算是罗马书讲着当权者，伊嘛有强调当权，即个当权的人，有权的人爱做啥物？这是上帝爱照上帝的命令来行，互上帝的旨意来显明。这是咱长老教会一直喺强调爱教的。啥物叫做服从？啥物叫做顺服？咱是独顺服伫上帝的旨意，独顺服伫上帝的大气力，伊的权能，伊的怜悯，佮伊对咱交托互咱的大使命。所以就伊遐这对伫玛利亚身上，咱见证着，因为一个平凡的女性，忠心顺服上帝的呼召，改变了这个世界。也因为2000年以前，这个少年的女性玛利亚，这个平凡的女性玛利亚，对上帝讲：“我愿意。”
所以咱全人类的命运，因为安尼来得到完全的改变。对伫你我也同款，咱拢是平凡的人，但是上帝呼召咱，上帝的圣神要用无平凡的方式来互上帝无平凡的救恩，伊的大疼痛，伊的关联伫地上来显现，互正人会当白白来领受。所以，同款伫咱的母亲的身上，其实咱也拢会当感受到类似即款上帝伫平凡的中间所显现的神迹。上帝通过即个表面上平凡的母亲，大大改变了咱的生命。所以，愿咱拢会当对这会改变咱生命的女性的身上，学习到对上帝的忠心、顺服、甲信靠。啊，即、即个附带一提，迄个姿势足奇怪，迄画图，迄个囡仔就是我，我毋知哪迄个姿势啦，躯伫遐画图，迄手伫摕的，迄是麦克笔啦，啊，你就知迄当阵偌细汉，麦克笔伫我的手中有够长啦，我想袂通，哪有遐长的麦克笔，来算算的，迄当阵我可真细汉。甚至咱台中啦，老台中人可能认会出后壁迄个卖迄个梅仔汁的，迄摊迄伫倒位？应该咱知。迄摊真出名，迄个扛棒，这是伫台中的中山公园啦，台中的中山公园，迄写生迄写生所翕的，别人翕，别人偷翕的啊，所以伫遮嘛，互咱大家看即个即个照片，嘛毋茫讲咱若去厝里嘛找，嘛找着即款类似的相片，咱用安尼来表达，咱找出遮个旧相片、细汉的相片，老母甲咱家己的相片，咱用安尼来，无论你是笑脸，也是你是表达你的感恩。咱做伙用即款的相片来孝念、来思念，来感谢咱平凡的老母，但是上帝用圣神透过因的平凡，互咱有遮尔大的改变。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母亲节的即天，阮思念、孝念着阮的士大人对阮的疼痛。阮知，虽然讲阮原本拢是无平凡，阮的家世可能也真平凡。阮成长的背景也是真平凡，但是阮知你的疼痛，你对伫即个世界，对伫阮每一个人的旨意是无平凡的。所以愿主你的圣神透过你无平凡的关联疼痛，甲你无平凡的救恩的计划。你大声改变阮，互阮搁较谦卑来互主你引带，互阮搁较尽心来为主你服侍。也愿你互阮会当将你的教示活伫阮的生活中间，互你无平凡的疼痛恩典会当。伫即个世界，互众人拢会当甲阮共款来体会到，
来经验着。主啊，恳求上帝你常时也大大施恩伫阮教会的姊妹的中间，因为着家庭的付出，求主你纪念；因为着教会的投入，也求主你加添因大大的快乐。因的付出，因的牺牲，也恳求上帝你纪念，祝福予因，带领因，互因哪服侍哪甘甜，互因伫万事的顶面，拢会当时时刻刻得到提醒，就是你无看阮的平凡，你用你的无平凡，互阮会当成做你所无平凡的即个救恩的计划的一份子。所以恳求主你的旨意伫成。我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面的愿圣神，甲咱三同行。即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121首，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圣诗121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唱马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今日是母亲节主日，感谢各位辛苦的妈妈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愿上帝纪念保守，也愿上帝祝福妈妈伫每一天拢有满满上帝平安甲喜乐。今日礼拜三有赠送每一位姊妹一份礼物，来感谢大家过去一年为家庭甲教会事工的辛劳付出。第二，下主日是圣灵降临节，以及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玉神派内湖教会陈俊宏牧师前来本会请安，咱叶牧师即要前往内湖教会报告请安。第三，每礼拜拜五暗7点半，为教会查经祈祷会，目前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五，525日就是要伫现宗兄甲秋妹结束厝内举行家庭礼拜。当天10点要伫教会遮集合，牧师祈祷后步行前往。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向秋妹结束来报名。第五，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礼拜，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咱牧师讲，也是甲教会中职来讲，互人通来安排。第六，下周圣灵降临节，甲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题目是领受恩典，见证主名。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章20，诗篇甲启应金句，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练唱是8点45分，查经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插花班每个月一遍是上午10点。咱来看即个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即个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请甲民兵技术也是秋妹技术来更正咱来看圣港事奉咱即礼拜招待是友兰兄甲谢聪姐，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我本人。下周的讲道是陈俊宏牧师，诗会是江长老，诗琴是义节之士，领唱是余信兄，诗献是宜阳结束甲秋妹结束，招待是文良兄甲宪宗兄，插花是秋妹结束，清扫是谢宝姐。咱来看正边的下面的金句。是路加福音1章38节，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伊去。”咱用台语来念2遍了，搁用华语来读1遍，就是请咱大家来读来。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伊去。”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伊去。”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就是请咱大家来互相请安。讲手就好，大家平安。
即时请咱来吟圣诗。对啊，补充了。礼拜后，等下迄个咱有要送有一份礼物，咱伫后壁招待迄个所在来一人摕出来。哦，没啥。哦，好啦，啊，则咱兄弟来送钱物啦，吼。好，即马先付，好。大家母亲节快乐哦！妈妈生日快乐！母亲生日快乐！这还有。但是你要放后面。好，谢谢。有没有妈妈要自己感谢自己？愿上帝祝福哦，妈妈每一天啊快乐。这时请咱来吟诗，圣诗401首，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拄万难，夜目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退。愿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永无退。就是请咱起立来吟。愿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无体，赐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仰望主的名，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咱拢无看轻家己的平凡，拢愿意互上帝透过平凡的咱，用伊无平凡的方式，来互伊的恩典疼痛，甲阳光大大显明伫即个世间。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救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请坐，灭倒避讳。